所永远听你，伊亲求你，伊亲求你，伫你的声中最大的愿望就是。耶稣，我真求你，伊真求你，求你脱离罪恶，伊因带你踏入光明前途。敬拜，请走吧。
全地着按耶和华赐欢喜的声，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，唱歌来到伊的面前。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，咱是伊创造的，咱也是伊的，咱是伊的百姓，也是伊草场的羊。着用感谢入伊的门，用呵乐入伊的院。着感谢伊，呵乐伊的名，因为耶和华是好。伊的慈爱到永远，伊的信实到万世代。世间情人拢着点情，天生徛伫面前，无你看愈世间俗事，逐项问题伊想算，上帝讲念伊的圣殿，咱着敬拜心敬虔。即时，请咱来吟圣诗51首，请吟全首。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全能全主宰，咱着齐声唱歌乐主耶和华。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将你天地甲海，呵乐上帝一尊一团一团。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万圣拢敬拜，免流感恩春永恒天地宝座前，千千万万天君，你的呵乐天尊，最下感谢永远上帝大恩。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全地大主宰，万民大声敬喜，呵乐上帝主名。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尊荣到万世代，呵乐三位一都伊的主宰。阿门。即是请咱做伙用使徒圣经做咱信仰的告别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比拉多任内受苦，顶12个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，搭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屏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现在只是请咱搁做伙来吟圣诗。
信息173首，上帝即是临在，请咱做伙吟全首。即时请咱做伙来启应文，请咱掀开启应文13篇。上帝啊，照你的慈爱怜悯我，照你丰盛的慈悲，擦消我的过失，将我的罪恶一尽洗除，也洗清我到无罪。因为我家己知我的过失，我的罪常常伫我的面前，我所犯着的就是得罪你尔尔。伫你的目睭前行即号歹，伫教你讲话时显明做义，判断的时显明公道。我是伫罪恶中生的，伫罪的中间，我的老母怀孕我。你所爱的是心内诚实，伫我的腹内，你要互我得到智慧，求你言语切扫洗我，我就清气，求你洗我，我就比洗较白。求你互我得到听见欢喜快乐的声，互你所压制的骨通欢喜，求你用你的面无看我的罪。擦消我一切的罪恶。上帝啊，求你互我创造清气的心，互我内面有换新正直的心。我就将你的道路指示有过失的人。有罪的人就要归顺你。上帝啊，你是救我的上帝。我的舌要大声吟诗学了你的义。主啊，求你开我的喙唇，我的喙就要保养你的好名声。因为你无爱祭米，若爱我就要献。小祭你也无欢喜。上帝所爱的祭就是忧伤的心。上帝啊，忧伤痛我的心，你无要看轻伊。阿门。即时请咱做伙过来吟圣诗173首，上帝即是临在。上帝只是临在，大家当心敬拜，伫主面前献上服侍，上帝上殿内，大家恬静礼拜，心肝全意敬虔敬拜，当以敬拜上帝，宣告主名跨界，阿罗伊高万代，上帝永远存在，大金大石河海，万事万物对你平白，现在现在现在，一问祷告天爱，天使圣道君将好山，君求主阿乐听，阮所敬比微声，要阿乐你尊名。阮求办好源头，清起我心焦头，一个成主主必当人，亲像上西照照，看你灿烂洋洋，予
至高永远，万军的主临高，冠领上会最高。阿门。这时，请咱做伙额头来祈祷。亲爱天父上帝，伫圣主日，阮搁一摆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感谢你的保守甲看顾。主，你是阮的气力，也是阮的保护者。阮要奉你的性命，为着台湾来祈祷，求主保守台湾会当真紧来脱离即边的疫情，保守所有伫第一线防疫的医护，以及所有的工作人员，互因的心灵拢得到平安。也为着伫即摆的疫情中失去亲人，或者是抑搁伫咧治疗中的所有的病人来祈祷，求主你的安慰、甲医治、甲免一位同在。也为着阮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来祈祷，愿你的圣手时时保守看顾阮，互阮因为知影有圣神的保护，心中无惊吓。因为阮深知影，伫阮内面的比一个世间的搁较大。求主圣神甲每一位兄弟姊妹同在，互阮会当经历你真正的平安。愿主圣神只是充满伫阮的会中，拍开阮心灵的目睭，也开阮的耳孔，通过今仔日的圣经以及牧师的讲道，圣神亲自来恩阮讲话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上帝有个，就是渡去世间的罪，求你怜悯我。上帝有个，就是渡去世间的罪，求你怜悯我。上帝有个，就是渡去世间的罪，使我平安。即时，请咱做伙来强守上帝的话。上帝的话，今日要来读两位的圣经。第一位是旧约圣经《西番雅书》第1章第7节。你着伫主耶和华的面前静静，因为耶和华的日近啦。因为耶和华已经备办一个祭司，将伊的人客分别做圣。第二位，咱要搁来看新约圣经《约翰福音》17章13节到20节。约翰福音17章13节，打我就近你，我要点世间讲遮的话，要互因有我的欢喜满满伫因的心内。我已经将你的道理互因，世间怨恨因，因为因无属世间，亲像我无属世间。我毋是求你互因出世间，就是保守因脱离歹个。因无属世间，亲像我无属世间。愿你用真理互因成圣，你的道理就是真理。亲像你找我入世间，我也有找因入世间。我为着因来做圣，互因也对真理来成圣。20节，我毋但为着遮个人求，也为着对因的话来信我的人求。以上正道互人分别做圣的教诲，请曾牧师。
所听兄姐大家平安，愿主伊的恩惠进入恁的家庭，互咱的心独独酒充满主耶稣基督的好。今日咱要用耶稣基督的祝福，就是伊伫天父上帝面前为着伊的学生所发出的祈祷。伊伫天父上帝面前求上帝的圣神帮赞，互众人虽然踮伫即个世间，但是无属伫即个世间。咱嘛是安尼，主耶稣要祈祷讲，要用伊的神，用真理，互咱得到清气。愿主的圣神帮助咱伫即个危机的时刻，主伊的保守，咱出咱入，伊将平安、将清气放伫咱的心上。咱虽然活伫即个世间，活伫即个疫情，但是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赐责，所有的伤害搅扰离开所听兄弟姊妹，恁的身躯、恁的家庭。伫咱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要邀请咱搁一摆，咱恭敬同心来祈祷。活命的主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阮向你伸出双手，恳求你怜悯帮助阮，将你所想事活命的气放伫每一个阮所听兄弟姊妹。伫即个时刻，搁一摆用你的权能来透帮阮，互阮的心有平安。求你将你的保护吸引伫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，互阮伫敬拜的神就领受耶稣基督你的印记。主，你互所有的危险、伤害、惊吓离开阮所听兄弟姊妹因的厝、因的心神，离阮远远。愿主你将你的话亲像日时的光，照入伫阮的心中，用你的话，互阮得到清气。主啊，就亲像阮的主耶稣基督祈祷，为着伊的学生所发出的祈祷，讲求你用你的神，用你的话，用你的真理，互你所听的件事一真加成。主，这是阮心所求。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你，对阮讲话，伫即个神圣的时刻，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中，做阮脚前的灯，做阮路上的光。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你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我要继续顶礼拜，我甲咱做伙分享上帝主耶稣基督的教示，讲恁着爱谨慎设置即个世间的教示，恁着爱提防法利赛人、甲经学师以及因的教。我要用即个继续咱今仔日的祈祷，咱的学习。教伫圣经中间，多数的时阵，咱的印象是感觉迄是一个负面的，就是错误的思想、错误的影响力，即个世间错误的迷惑。但是其实伫圣经中间，教嘛有另外一种伊好的积极的意义。伊讲天国亲像面粉的教，伊要降临伫即个世间，伊要发出伊的影响力。所听兄弟姊妹，教就亲像钱。钱是中性的，会晓用钱的人，钱是上帝的宝贝的礼物；不晓用钱的人，钱有可能就真做一个引诱、伤害甲迷惑。所听兄弟姊妹，愿咱真做主耶稣基督神圣的无价饼。伫传统的教会，特别东正教，因甲主耶稣基督的圣餐看到是一个神圣的无价饼。所听兄弟姊妹，咱是这个世间。耶稣设立的记号，伊爱咱诚做世间的光、世间的盐。今仔日，咱首先要通过主耶稣基督的大道，咱要领受主耶稣所赏赐咱天国的教，就是主的平安的教，就是主的权能的教，进入咱的家庭的内底。亲像咱咧守圣餐，食落咱的嘴，这个神圣的教就要伫恁的心内产生影响力。主耶稣所赏赐的圣餐的饼，伊讲这是我的身躯。为着恁拍破的，恁就用安尼来纪念我。所听兄弟姊妹，咱继续顶礼拜，耶稣所予咱的一个宽免教示，咱都爱提防伫即个世间最搅扰的声。有时我会接到兄弟姊妹打电话来讲，牧师，你为我祈祷，我的心真惊吓。兄弟姊妹，牧师嘛会惊，因为有时足烦的，看到新闻咧报，有当时讲这，有当时讲迄，咱哪听哪做的时阵。
咱心内就会充满真侪不安。我就甲伊鼓励讲，若互你不安的时阵，你就甲关起来，甲跳台，莫互迄个无好的消息、无好的新闻的报道来继续影响你。耶稣咧讲，恁就爱防备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的教。今仔日咱所拄到的嘛是安尼，伫即个外面有真侪无好的声音，虽然那是因的真实的情绪的表达，但是无造就人的声音，原因无踮伫恁的生命的中间。所听的弟姊妹，咱继续对顶礼拜所读的圣经到今仔日，牧师要甲恁分享一个圣经内底足要紧的一个防疫的观念，伊叫做分别罪性。分别罪性是圣经中间对所有的基督徒是一个真要紧的应允甲祝福。分别罪性的意思就是我是一个泡沫的防疫，主耶稣基督保护甲我压榨的时，我就已经分别伫这个世间的攻击，我无受到影响。所以，咱伫今仔日的圣经的中间，咱恭敬来读。一方面，主耶稣为咱祈祷讲，主要用伊的真理的话，用真理，互咱一真正成。主要用真理的话，就是圣经的教示，互咱成做一个分别罪性的基督徒。咱就有智慧，咱就有能力，咱就会当对这个世间侪影响咱，互咱惊吓的这个报道，咱就渐渐无讲话，因为因无拄拄拢造就人。所以弟姊妹，咱也亲像今仔日的圣经，伊甲咱提醒。上要紧分别罪性，对圣经的头到圣经的尾。伊讲，恁着圣洁，因为我是圣的。所以弟姊妹，分别罪性是上帝对以色列的百姓的要求，嘛是主耶稣传予咱的一个应允甲祝福。分别罪性的意思就是，恁生活伫这个世间，但是恁无属这个世间，因为我已经用羊羔的保护，甲恁洗清去。互恁脱离这个世间，进入我的厝内，分别罪性，嘛会当甲伊看做今仔日一种的属灵的防护罩，属灵的保护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同齐伫咱的下头顶悬，咱画一个十字架，咱甲主祷讲，主耶稣的保护也看我，主耶稣的保护洗清我，主耶稣的保护保守我。主耶稣的保护，成做我的盾牌，毋是干那伫我的情绪无惊吓，要互我伫真理顶悬尊主最大，互我伫真理的道路顶悬无跋倒，无弯曲，无行袂晓的道路。主帮助咱分别罪性的人生。约翰福音17章17节是今仔日咱所读新约的中间上要紧的主题的经文。耶稣为着世间人祈祷讲：爸啊！求你用你的真理，互因成圣。耶稣所讲的这句话，这个真理，其实就是 logos。主用伊的话 ，logos 这个字会当翻作真理，但是伫约翰福音中间，伊更加要紧有另外一个翻译，就是伫伊第一章第一节，伊讲道成肉体，常常足足带来稳定甲真理。第1章14节。伊咧讲起这个道，其实就是真理，就是 logos。所以听兄弟姊妹，上帝的话要成做咱的盾牌，上帝的话要互咱分别罪性，上帝的话要互咱目睭金会当认捌对甲毋对，上帝的话要拍开咱的耳孔，互咱会当明白当分辨，这个话、这个声是毋是祝福的声，或者伊是骄傲的声。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同齐得到怜悯；我咱伫今仔日的圣经，咱同齐得到快乐。约翰福音17章17节、19节，咱若跳过18节，咱做伙读，会通造就帮助咱对圣经的认识。耶稣讲：愿你用真理，互因，就是指耶稣的学生。耶稣为着学生求天父上帝讲，互因清气，用你的道理。这个道理就是你的话，因为你的真理就是你的话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伊最要紧的使命就是重新让世间人得到清气。所以耶稣讲：我为着因献予你。伊讲：我为着因已经做成
最成这个原文的意思，会当翻译讲：我为着因已经奉献我家己，互天父上帝真侪活祭。兄弟姊妹，等一个咱来读西番雅的圣经中间，你就知影，上帝备办一个祭，要互伊的人客通得到称圣。上帝用耶稣基督的羊羔，食做这个世间人的活祭。上帝嘛用你甲我，要互咱的亲人得到祝福。耶稣讲：我为着因来，我为着因，我已经持守我的使命，伫十字架顶端奉献予你。嘛恳求你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用真理，互世间人脱离这个黑暗的关系，脱离这个最病困错误的思想对因的攻击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弟弟，伫今仔这个礼拜，咱定心决志，咱爱认目。做基督徒是有所为有所不为，做一个基督徒是有一定的原则甲价值观念，毋是各种的代志拢会使做。所以当广告咧甲咱讲，只要你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所以兄弟姊妹爱斟酌听，因为保罗讲，凡事拢通，但是无拢有利益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就是一个奥妙的所在。虽然咱的意志甲咱讲哇赞，但是无一定是赞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知影，圣经的话就是要建立咱的智慧，建立咱的观念，建立咱的生活习惯甲态度。这叫做分别做圣。分别做圣真简单，就是对这个世间甲咱带倒来，然后用水甲咱洗清气，互咱享受重新得到清气欢喜的生命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来亲近耶稣基督。分别做圣是咱的天父上帝对起头甲犹太人所提出的要求。因讲恁初生爱归属我，做圣。咱的生命要归属上帝，做圣洁。伫这个世间弯曲背逆的世代，来表明上帝所想事，世间人真正生命的原则。所以，兄弟姊妹。利未记第20章26节，利未记20章26节，上帝对以色列人所讲的真要紧的心意，伊讲：恁爱归我，诚做圣洁，因为耶和华是我的名，我是圣洁的。我嘛要互恁甲这个世间人、甲万民有所分别，因为恁是我的家子，恁是我的百姓。我要做恁的天父，恁要做我的家子。所以，兄弟姊妹。咱爱清楚知影，咱心灵的老爸、天顶的老爸，爱咱伫这个世间过圣洁的生活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伫这个疫情的时，咱知影，攻击人的肉体最要紧就是 COVID-19， 咱甲伊讲叫做武汉肺炎，伊是看袂到真微细的病菌。伊有科学家咧讲起，全世界即卖目前所有影响感染。几啊亿的这人，这病菌，来甲扣，全部甲收集起来，伊讲无超过一粒苹果的重量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一个遐尼微细看袂到的病菌，伊就亲像伫电脑内底的病毒，伊就成做一个无好的思想，伊若入人的心中，伊会扭曲人的情绪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花手伫咱的心讲，主，我要单单归属你。主，我要单单归属你，你是我的天父，我是你的家子。伫肉体上，我要做预防针；伫信仰上，我要做属灵的预防针，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保护，甲我洗清气。愿主甲咱三个弟弟，互咱灵魂体拢得到清气甲保守。今仔耶稣所讲这句话，伊讲求天父上帝用真理，互因成圣。真理就是上帝的话，伊就是 logos， 伊就是上帝所讲出的话，就是应允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定心带到上帝的面前，咱甲主祷讲，想述一句祝福我、保守我、帮助我、扶持我，是属灵的疫苗也好，是生命的真光也好。愿天父上帝将你的话改变我的生命。互我伫你的面前有一个属灵的防护罩，有一个属灵的遮罩，
咱挂口罩无够，佮挂这喙安无够，咱佮挂有人挂甲哩哩扣扣的一堆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都要为着你的灵魂，带上这个圣洁的保护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祷讲，主用你的保护，用你的真道的话，保守我的心。我要保守我的心，无受这个世间的搅扰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分别做圣的意思就是，我倒来到我的老爸的厝，我亲像我老爸的囝。人若看到我，伊就讲啊，你某某人的囝。人若看到基督徒，伊就讲因甲人无共款。人若看到教会，伊就讲这是上帝圣洁的家庭，是圣洁的，甲这个世间世俗的主张有无共款。主帮助咱伫主的面前，亲像保罗勉励伊的兄弟姊妹，亲像保罗勉励伊的教会，菲律宾的教会，伊安尼甲因讲。恁都爱伫正这个弯巧背逆的世代，做上帝无下处的囝子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毋是干那为着菲律宾教会，为着世间所有教会，嘛是为着咱德登教会。保罗所老就这句话到今仔日，还阁是咧劝勉全世界基督徒讲：做生命的真光，将生命的道，咱挖出来。咱是什么种的人？咱的生活是什么款？人就安尼看见上帝伊的道理。咱传福音毋免用嘴，当然爱用嘴，但是更较要紧是爱用咱的心，用咱的生活。所以保罗讲，伫这个弯巧背逆的世代，最完美、完美、无瑕疵、清气、完整、完美的，咱是什么人？咱是世俗人。何德何能，咱会当过一个完美的生活？伫人无可能，但是伫主耶稣基督甲圣神的帮助，这就有可能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所以今仔日牧师要甲恁分享上要紧的主题信息，咱爱认捌上帝，因为上帝是一个互人分别做圣的上帝。上帝是一个愿意互人分别做圣的上帝。上帝用尽伊所有的心意，用尽伊所有的方法，要互人得到清净。所有人讲旧约中间的上帝足歹，兄弟姊妹毋通误会。上帝的发受气是因为伊毋甘伊所创造的人类生活伫罪恶的中间，所以上帝用刑罚最重要的目的，就是要互人悔改认罪。上帝用伊的刑罚，最要紧就是要除去这个世间的罪。但是咱毋通误会，上帝是一个真恶毒、真歹的天父，毋是。上帝伊看世间的罪，对伊心会疼，所以咱来认捌上帝是一个愿意互咱过圣洁的生活的上帝。愿咱伫今仔日的圣经，咱来读西番雅第1章第7节。牧师无读规章。免得互咱看私教，牧师只有将祝福的记号第7节讲出来。但是你若愿意，你会当定心去读规章完整的经文。其实这个经文的背景咧，讲起当时的以色列的时代，是一个已经污染世俗化的信仰的族群。所以上帝讲我受气，牧师今仔日无要爱讲上帝受气的信息。但是说，牧师要邀请咱来到上帝的施恩座前，上帝的受气，上帝作为最重要就是要互什么？要互伊的人客分别做圣。今仔圣经讲，恁伫耶和华上帝面前都爱静静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已经近啊。这好亲像咱读到、听到、回想到伫启示录中间讲世界末日，耶和华的日子近啊。所以有人伫今仔日有真侪新闻讲，牧师，这个 COVID-19 亲像这个世界末日哦，上帝对天灵倒遐的这个死实的这个兄弟姊妹唔免惊，上帝日近啊，对敬拜伊的人是一个稳定的噩梦的日子，都只有犯罪的人才通惊。但是今仔日的圣经真要紧，是要劝勉咱亲像耶稣基督，嘛要劝勉咱亲像上帝用犹太
这个族群来互伊的人客，就是周围遐世俗人的外邦遐的人客。以色列的百姓真做一个祭司，后来耶稣基督真做活祭，所以耶稣讲：“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会用安尼来纪念我。”逐世代的教会拢听见耶稣所讲的譬如，伊讲天国亲像一个主人，伊办宴席，伊邀请伊的厝边头尾所有关系无关系的人，拢来领受，甲伊做伙食青草。今仔日的圣经嘛是咧甲咱讲起，上帝备办一个天国的宴席，伊仰望世俗人，特别仰望世俗人。其实咱就是世俗人，仰望咱进入伊的宴席内底，来领受这个清气圣洁，会当改变咱生命的祝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愿咱会记得，上帝用主耶稣基督，互咱得到清气。上帝为着咱世间人备办主耶稣基督，伊差遣耶稣来到咱的中间。兄弟姊妹，回想你头一日决志领洗礼受圣餐，你还会记你第一摆你摕到圣餐的饼的感觉吗？你敢还会记你第一摆摕到这个圣餐的饼？你敢捌有这种的思想讲，我是什么人？我哪会堪得食这个饼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不是咱的堪得，是耶稣上帝坚持，这是我要予你的。所以今仔日圣经讲，伊邀请所有的人拢来坐伊的道，伊邀请所有的人拢来甲伊同齐欢喜，因为天国的日子，上帝喜年已经降临嘛。咱就报好消息，互事实离开，仰望临到。愿咱伫主的稳定的中间，咱会记得，咱的天父上帝伊最大的心意，就是互咱进入亲像龙主，倒来到伫伊的厝，甲伊的老爸做伙啉食，来领受伊所办的宴席。会记得上帝话，我是圣洁的，恁着过圣洁的生活。也这醒起来，认真面对上帝所甲咱要求这句话：我是圣洁的上帝，我是记下的上帝，恁着爱过圣洁的生活，领受上帝的命令，领受主耶稣基督的帮助。伫今仔这个礼拜，搁一摆经历着决志、新的出发，甲生命的改变。搁一摆回想保罗讲，既然有人踮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伊就真做新创造的人。旧的代志拢真过去，一切拢变成新的。兄弟姊妹，礼拜最重要、最欢喜的代志，就是经历着生命新的开始。愿咱每一个人经历着生命的改变。耶稣基督互伊学生成圣，耶稣基督通过上帝的祝福，伊讲。求你用你的真理，互因成圣。这句话今仔日临到伫德堂教会，这句话今仔日临到伫咱做伙同齐默想听上帝的话命的话，每一个人，无论你伫什么所在，耶稣基督将这个圣洁的生命，就是上帝国的家，上帝国的家，天国的酵母，放伫你的生命中间，伊讲伊就会发出来。真侪大影响咱的生命，愿主的圣神就是这个神圣的家。今仔日下伫你的嘴，咱甲主讲：主，我感谢学到你，我要领受你所赏赐我。昨下晡，古伦神父甲咱前副总统陈建仁，因做伙做一个直播，号称亚洲第一次。古伦神父伫亚洲第一次的直播。古伦神父伫迄个中间安慰真侪孤单的人、心惊遐的人，因为伊看见伫德国是安尼，伊嘛常常咧注意台湾的新闻，伊嘛知影台湾的情形。伫迄个中间真感动人，伊讲到一个，伊邀请咱做一个祈祷。伫迄个中间，伊将伊家己的生命中间最要紧的透早的祈祷，甲咱分享。伊讲伫伊清早的时，第一个困醒的时。
一个真要紧的祈祷，就是为着一日工作的开始来准备伊的情绪。伊讲，伫透早清气出来时阵，透早足要紧，就是伫上帝的面前，互伊的情绪准备好势，要做一日的开始。所以伸出双手进入十字架，伊领受对天灵来上帝所赏赐伊圣神的帮助。伊伫迄个中间，将伊的心准备好势。可能咱逐个人拢会记得，咱的信仰的牧长捌安尼甲咱讲：，逐日天开我的目睭，第一个期待就是我会当看见上帝。逐日醒起来，第一句要听到的声，是噩梦会当听到上帝的声。一日开始困醒起来，第一句要讲的话，毋是甲你的太太甲丈夫讲早安你好，是甲上帝讲：天父上帝，我已经困醒，早安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古伦神父这种因日日真固定的习惯，用祈祷来面对上帝。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嘛是安尼。当咱来用这种的态度来祈祷的时，咱就了解为什么保罗伊讲的这句话。伊讲：就我来讲，这个世间甲我已经无地带，因为逐日透早我伫上帝的面前清起我家己，逐日透早我伫上帝的面前，搁一摆甲迄个定十字架耶稣基督结连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的信仰就是伫日时普通时，就咧建立，毋是到伫危险危机的时，才跪落来流目屎讲：主啊，你伫啥物所在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上要紧就是将咱内底的垃圾，圣经讲虚掷，摒空家己。咱的生命若无清气，咱就无法度承受新的稳定。所以，德国人有一句名言，恁常常听，我甲恁分享。伊讲要啉清气的水，爱摕清气的杯仔来滴。一个若无摒空家己的基督徒，更较好的救恩福音，嘛无法度入心。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真要紧分别为圣，就是摒空家己，互主圣洁的活命充满伫你的内底。咱是世俗人，其实伫人生中间有真侪无奈，你我咱只是点点毋敢讲，片面讲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承认。咱家己是伫这个世间中间有真侪情绪的人，但是这就是真实的人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今仔日个礼拜，互咱有一个决志讲：主啊，我要脱离这个世间，脱离我家己的血气，我要决志，因为你的怜悯，因为你的充满，我要成做一个圣洁的基督徒，过圣洁的生活。就你来讲，世间已经钉伫十字架顶悬；就世间来讲，我已经伫荣耀的十字架顶悬；就这个世间来讲，我已经是一个钉十字架基督徒，毋是死，是一个荣耀的时刻。愿主帮助咱读有上帝的话。约翰福音17章13节，耶稣讲：当我要互恁的心内满满有我的欢喜。这是伫准备讲道的中间最重要的代祷。所听兄弟姊妹，愿主对天灵将伊满满的喜乐甲平安赏赐互恁。约翰福音是一个真要紧的讲起满满的祝福的福音。伊伫约翰福音书第10章10节，10是一个完美的数字。伊讲：我是牧者，我来到这个世间，是为着要互世间人得到丰盛的活命。恁会记得这圣经的英文吗？17章耶稣讲：我要互恁的心内满满有我的喜乐。所听的姊妹，愿咱拢紧紧甲耶稣讲阿门。愿咱拢紧紧甲耶稣讲：你永远无离开我。你若无充满我，若无祝福我，我无爱互你离开我的人生。我要成做一个袂见笑的人，甲你掠条条，唔放你走。我要亲像一个袂见笑的人，就是袂晓歹势，就是一直要坚持你是我的耶稣。所听兄弟姊妹，伫耶稣的面前无通歹势，
伊是为着咱来到这个世间，愿咱伫伊的面前，咱纯粹双手讲：主啊，求你将满满的喜乐、圣洁的喜乐、丰盛的活命，赏赐予你的囝子，互我安尼行到世间的逐所在、逐角落，来见证分享讲，你予我的丰盛的活命，永远用袂了。我要白白甲人分享，甲人享受。所听爱的姊妹，耶稣是圣洁的无甲饼。你甲我，咱啉这个杯、食这个饼了后，咱就要成做一个圣洁的无甲饼。上帝是一个要互人得到清气的上帝，这是伊的作为，嘛是伊的心意。所以所听爱的姊妹，伫结论来讲，牧师要甲恁分享两个。伫今仔日礼拜了后，咱爱思想。爱去完成的使命甲功课。第一，咱同齐建立一间清气分别最成的教会，好不好？咱来做伙建立一间清气的教会，分别最成的教会，互得堂人看到得堂教会的时阵，因对心中都有真正有敬畏上帝迄个上帝圣洁的迄个充满。所以这是今仔日的结论。牧师要邀请咱做伙来为着得堂教会，咱做伙来努力。过去莫讲，因为明年咱的教会就是90周年。对90周年甲100周年，这间教会咱打算要做甚物？我咱做伙伫主的面前讲，主啊，首先互这间教会成做一个分别最成的教会。伫这个世间流浪垃圾的人。因要追求一个拯救，甲圣洁的活命未堪得，但是因要徛伫这个门外受邀请。今日圣经讲，上帝备办一个祭司，要互伊的人客得到称圣。所以，弟兄妹，首先咱做伙来努力，这是耶稣交予咱的工作，建立一间不让病毒攻击的教会。建立一间伫这个世俗的主张的世代，咱将生命的真道表现出来。这不是干那用喙暗、用酒精就会当做，这用一种的真理的心，最真实的基督徒。主帮助咱真做一个分别最成的基督徒，就听上帝的话。伊讲：我的名叫做耶和华，我是圣的。我要互恁甲世间无共款，我要请恁做我的百姓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咱清气教会遵守真道。请恁今仔日有时间，恁会当读哥林多前书第5章。哥林多前书第5章是保罗心痛，咧为着哥林多教会伊的世俗化的败坏中间，伊所宣读的话。伊讲。审判的权在伫上帝，所以教会无审判这个世间，但是教会要成做甲世间无共款的人。虽然是安尼，所以咱来注意，伫教会中间有的人无照上帝的话生活。保罗伫第5章讲：恁唔通甲因共款，不要与他们同流合污。圣经翻译讲：唔通甲因相交陪。所听的姊妹，这是一个真要紧，嘛是真心痛，一个教会的使命，清气家己，遵守上帝的话。所以圣经讲，除去旧的酵母，除去旧的遐思想，真多。保罗伫第5章的中间讲，恁要真多真实的无甲饼。世间有真多的话，拢是同款的意思。伊讲，伫这个世间有一条路称作圣路，污秽垃圾的人无法度行。这条路是为着上帝的百姓，是为着主耶稣所拯救的基督徒。所以，爱的姊妹，请来，咱手牵手，咱同心来追求圣洁的生命。愿主甲咱三个地地，用咱的生命来水互这个世间看。用咱的生命来美丽，互这个世间人看；用咱的生命，互这个世俗的世代
忽然心无讲，这么水的生命竟然是毋免钱，是主耶稣白白所享受人类世间的。愿咱伫做面前，第二个结论就是，教会存在是为着要互人分别罪圣，所以牧师要邀请咱决志，认真甲人分享这个圣洁的画面。所以咱的教会要成做一个互人分别罪圣的教会。阿免吗？所听兄弟姊妹，修行咱来愿意过圣洁的生活，咱才有资格，才有能力，通成做一个互人分别罪圣的教会。是就是是，永远就是是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都来到伫今仔日主题的经文，西番雅第1章第7节。耶和华已经备办一个祭司，将伊的人格分别罪圣。传统上咧解说这个圣经是咧讲起耶和华备办犹太人，和这个所多玛俄摩拉这外邦做这黑暗的世代世俗的民族来做人客。这是传统对这段经文历史背景的解说。但是当你读这段话，你敢有想到？这个好亲像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悬备办一个活活的祭司主耶稣基督，要这个世间人，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所留的宝血，通得到清气。愿主怜悯帮助咱，伊为着咱死伫十字架顶悬，伊的教会都无凊彩，所以每一摆咱伫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做礼拜、守圣餐。主讲，恁着爱用安尼来纪念我。教会甲基督徒应该爱注重，咱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教会。有影响力的教会，无论大小，无分大小。有影响力的教会，就是伫活命的中间，有天国的权能，有天国的荣耀，有天国的圣洁甲尊贵。抬头挺胸，所听兄弟姊妹。主耶稣已经将神圣的无价饼放伫你我咱的手中，改变，为主来做改变。我咱伫伊面前，亲像保罗伫哥林多前书，伊责备迄个做毋对代志，阁未合见效，大声伫遐黑白讲。哥林多第5章第1节。伫淫乱的中间，佮大声讲，甲喙角全破，真正牧师无黑白讲，恁倒去读这段圣经。愿天父上帝帮助，但是保罗最要紧，毋是带来责备的信息，保罗最要紧就是咧讲起，毋通受这种的歹影响，咱来成做真实清气的无价饼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这句话望着你的心，互你去思考。昨下晡最后用祈祷做结束，古伦神父邀请所有兄弟姊妹，伸出双手，甲上帝祷告，主求你对天灵赏赐我，祝福台湾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同齐伸出双手，咱甲主祷告，主求你怜悯我，将这个天国神圣的无价饼，搁一摆赏赐我。我要伸出我的手来祝福我的家庭，祝福我的厝边，祝福台湾。所听兄弟姊妹，愿主耶稣基督顶十字架的手，愿主耶稣基督顶十字架的手，现主时恩恁，将伊的祝福放伫咱的中间。咱伸出双手，甲主耶稣讲：主，我感谢你。我要对你来领受这个神圣的无价饼，你的神圣要改变我。咱同齐来祈祷。所听的姊妹，我留了一个短短时间给恁，也便你放今仔日的祷告词。所听兄弟姊妹，伫这个安静的时间，牧师要用今仔日咱的祈祷来邀请恁做祈祷。我要邀请恁家己，要领受这个神圣的无价饼，恁伫主的面前
恭敬伸出你基督的手来领受，毋是这块啦。我有用一块新的有日期迄块，牧师先基督阿边你甲找，应该有伫迄个随身碟内底。牧师头拄有甲你讲，迄块新的，即个是脏的，顶礼拜。兄弟姊妹，咱安静伫主的面前，伸出咱的双手。咱甲主讲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帮助我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帮助我。愿主你的圣神甲阮三甲伫地，主帮助阮伫你的面前。咱同齐用耶稣听你这条诗歌，咱互相来祝福。咱用这个诗歌来孝念咱看不到的兄弟姊妹。伫咱看到彼此的时，咱用基督的心来祝福咱的兄弟姊妹。
即时来报告。本周的聚会，拜三祈祷会8点伫个网络顶面查经班7点半伫个Teams 的群组内底。圣光的服侍后礼拜要请胡素基执事，苏琴要请陈美秀执事。新安宫读经表以及每日的灵粮，请咱照听数表顶面的进度来读。集体交通伫疫情的期间，求上帝保守大家。大家我靠信心的保守，无过头惊吓，做好家己的保护。请咱伫出外的时会记得戴喙安，进门的时会记得洗手、喷酒精，做好消毒，尽量避免外出，互疫情会当早一日得到控制。第二，牧师有提供线上的查经，咱若有会当参加的人，请你下载微软的 Teams。加入教会的查经的群组，若是有问题的，请向牧师以及义诊来联络。生日的兄弟姊妹是雨生、嘉琪、信婷、品瑞、松汉、钟阳、陈静怡、庄福成，求上帝赐福保守生日的兄弟姊妹。大多数项。第二，请咱继续为着台湾甲世界当度过即件的肺炎的检验来祈祷。请咱也继续为着咱教会新生欠安的单数张成兄、詹清金、钟岩、詹达、詹天比、吴彩云、洪玉芝、庄仁聚、刘克龙、洪在根、洪江素莲、王俊勋、潘素贞姐妹，请咱为着因的身体的健康以及信心来医治甲保守看顾。请咱也继续为着咱教会青少年的新心灵甲因的课业来祈祷。为着要升高中的乔恩、千亿、维忠甲维泽，升大学的仪容娱乐。请咱也继续为咱教会适婚青年的婚姻来代祷。第五，为着咱的姊妹教会韩国妇林一集甲德克达雅，求上帝来保守看顾。即时，请咱做伙来吟上吟的诗歌512首，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吟诗煞，请牧师祝祷。愿咱救主耶稣基督。是到万世代，只是到万世代。阿门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，天父上帝的疼痛。圣神的感动，相通扶持，甲恁众人三甲伫地，对即时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阿门。阿门。
愿恁平安，耶稣陪伴恁，伫过来新的一个礼拜，对拜一到拜六，后礼拜咱搁再同心伫直播顶悬同心做礼拜，耶稣听恁。